请问，俗语伫讲鸟仔喙、牛尻川是形容人安怎嘞 ？A. 足谦虚的 ，B. 开的钱比赚的较多 ，C. 讲一套做一套。是，你有40秒时间。鸟仔嘴，牛尻川，嘿，是毋是意思就是讲，咱咧讲话拢较细声，还是讲的话拢袂讲说大话啦？哦，袂讲迄你的感觉嘞，你来，他跟你的话。尻川就大啊！问人家对面的啊。讲一套做一套你等下跟恁队长参详。哎，你唔是高雄来的吗？对啊。水就水，啊卡层就大。对啊。是吗？确定吗？鸟仔喙牛尻川，鸟仔你感觉是 C 哦？对，C。是安怎嘞 ？C， 因为鸟仔的喙足细。啊对啊，啊有的卡层就大。卡层都大。对啊。啊，你讲一套做一套，什么关系啊？听因讲话，你是感觉是 B 对不对？听因讲话安尼，敢若少心虚的啦，啊，莫听因的。心虚就对啦哦。你问伊讲啊，你家己感我是觉？感觉讲，鸟喙就是喙安尼细细，对啊，尻川就大的。是。啊，其实讲伊后壁迄个力量足大的，所以讲伊其实是足有实力的人，但是讲伊讲话拢袂安尼足谦虚的。足谦虚的。是。好，应该是 A， 所以我的答案你的答案是 A。来，咱来看这里，足谦虚的对唔对？哎，我感觉是因为你食较少嘛，吼，啊，放较多，啊，就是你赚的比开高，就是你手头较大，所以就是讲你赚的比开高，你赚的物件，你赚了10块，花了20块嘛，就是甲鸟仔喙啊，啊，但是你开较济啊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 B 啦。你感觉是安尼？有迄尻川，无有迄个卡层的锅，我的卡层卖家的下游，这又不一样的意思啦。嘿啦所以讲我是个调，比了对啊是这是迄个无才调，啊，即摆意思是讲你赚10块。啊，对，这么无在调啊。对啊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开的钱比赚的更较济，对唔对？恭喜哦，今晚现场赚1万哦。谢谢。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好，来，咱来问老师啊，哈，来，老师，你鸟仔喙搁较怎食，你嘛无可能食偌济嘛，所以讲收入来、食入来少。哎，啊，毋过牛尻川其实就是咧拄仔讲的，讲放的就足济，安尼意思就讲开足济安尼啦。哎，所以这是较即个婉转吼来讲即个意思，所以鸟仔喙牛尻川这大家会当记一个吼，咱的俗语真古锥真趣味啦。